像金指數成績不差，離不開某個派對寂寞未完吧，連聊天室也投聲沙。誰未有名堂，誰亦會彷徨，亦沒有投降。誰是驚投降，誰是漂浮？形象太難忘。好似兩面無中生有眉飛色舞，好似兩面隨手都有迷之圈套。如彼此試探熱烈程度，心高氣傲誰可識破明星因素？逃出幾個煩擾魔法，贏多幾個圍繞驚嘆。